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立法院新会期又搁开始咯，这新就任的行政院长陈建仁去拜会调查党团，呼吁大家赶紧获这发现金的特别条例赶紧来通过。过年期间，真侪人出国佚佗，这机票差不多去3成到5成。旅行社表示，整体出国旅游差不多拢贵4成。北组织的秘书长访问日本，见到首相间电分享，而且发出联合声明，表示正关心台海安全问题。今仔日是立法院新会期的报道日，行政院长陈建仁呢是去到立法院拜会调查局党团，加强沟通，希望全面6000块的特别条例会当赶紧来通过。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是预估，民众上紧伫4月第2礼拜就当领到这普发的现金。不过国民党团是建议讲，把这发现金6000块改兑1万块。2月7日是立法院第10届第7会期新会期报道日子，新就任的行政院长陈建仁早起去立法院拜会调查党团，伊强调讲，疫情了后的特别条例甲预算案是即马上介重要的代志。调查政党有无共意见，需要加强沟通。疫情来了以后呢，这个中低收入户，还有中小企业，以及有一些特殊的行业也受到了影响。我们也希望把这一笔经费呢做最妥善的使用，放在刀刃上。国民党团强调调查对发现金有共识，不过这个特别条例内底有1400亿是抗赔授权。时代力量认为讲，绝对袂当记者来发现金。因为民众党团的重点是认为债务袂当留给子孙。因为发6000块的时间点，民进党团总调集人黄建明预估，上近4月份第2礼拜就会当发。那差不多3月3号的时候互为审查，那同时院长要来备询，备询完毕以后再互为审查。审查以后，当然有所谓1个月的时间嘛，所以这样算起来，在4月10号那一周，可能就可以完成。陈建仁强调讲，绝对无抗赔授权，1400亿是为着照顾受到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甲弱势。因为南洋立委当面建议讲，发现金爱改做1万块。陈建仁回应讲，在疫情的期间，并不是每一个社会阶层受到的影响拢同款，所以若甲所有的经费平均分类，颠倒是无公平。记者综合报道。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伫咧昨昏才参加交接典礼，正式留任名。今仔日却传出住院的消息，进行腰部微创手术。这住院住一暗状况良好，总统蔡英文要去解探视。这苏贞昌发文表示讲，正过7日去行政院发红包，佮去指挥中心勉励值班的同仁，因为行了上过紧去闪着腰。蔡总统也特别感谢院长忍痛为国政坚持到最后。苏贞昌的查某囝也就是立委苏巧慧表示，多谢大家关心。经过医疗团队的治疗，复原了真好，下晡就会当出院啊。民进党主席赖清德今仔日主持头一场的中执会，提出要尽全力来协助行政院长陈建仁推动政务等3项工作，也要来展现改革决心，就要先来处理台南市议长选举案。中执会决定要甲议长库里里、副议长林志典2个人移送中评会，而且建议停权处分。库里里表示讲有信心，这司法会行义清白，而且伊来尊重党中央。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头一摆主持中执会，向林先提出3项工作，包含党部革新、南投立委补选，更加爱全力协助新任的行政院长陈建仁推行政务。我敬请本党同志，尤其是立法院的各位委员一定要全力协助陈建仁院长所率领的温暖坚韧的团队。赖清德除了宣布党务主管宣布就位以外，也兑现改革决心。在中执会开出头一枪，处理台南正副议长选举争议，会中无意见通过。对民进党籍的台南市议会议长库里里、副议长林志典，牵涉贿选，甲2个人移送中评会，而且建议改以停权处分，但司法调查结果了后再来处理。应该在下个礼拜会尽速来召开，邀请邱立议长跟林市长、副议长来做说明。那我想说明完之后，我们会尽快的做出相关的一个处分，来回应人民的期待。民进党这样的处理已经比法律规定还要严格，就是司法还没有判决出来以前，那民进党认为这个事情是争议事项，已经影响到党的形象，那党现在就立刻做处理。年前，民进党廉政会已经立案调查，并且已经决议，那库里里、林志典被归暗时，会改停权3年处分。2个人1月7号要向党中央家己提出停权。到
底谁对党是最忠诚的，我相信赖清德主席心里非常的清楚。那最主要是我跟林志长副议长会静待司法的调查。除了中执会决议，库里表示，党中央有党中央规定停事完毕，伊家己真有信心，司法一定会行于清白，一切等待司法的调查，尊重党中央。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31501个本土病例，比顶礼拜是增加92.9%。有医生认为讲，这批疫情是受到过年影响，预估会渐渐稳定落来。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对2月初1开始，入境旅客若准有症状，就要体检，连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也是同款安尼规划。本土疫情佫开始拖，确诊数连续2天破3万例，新增加的本土确诊31501例，境外移入的300例，死亡48例，确诊数比顶礼拜是增加15172例，大大增加92.9%。有医师认为讲，变异株 BA.2.75 变作主流了后，一天的确诊数有可能到6万例，但是有医师是较乐观，最多是3万多这样。应该就会过去了，因为过年以后，民众间的聚集就相对的会少了哦，所以相对的这种感染的这种风险就会相对的减少，所以这一波的顶多会持续到下个礼拜，应该就会慢慢下来了。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会调整0加7的自主防疫指引，对2月初1开始，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含入境者，无阁需要迄天来做快筛，改做有镜头时阵才做都会当。指挥中心嘛暗算伫咧初2放宽禁令，室内有条件免挂喙罨。学者嘛认为讲会当参考健康照护解封指数来做一个放令。健康照护的解封指数。来取代过去大家看到的流行的疫情的解封指数，而这个解封指数，它不但考虑到流行再生的这样的一个流行状态，也考虑到医疗能量。主要我们有参考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其实1月13号事实上也提出各国可以依据这些场合来做这个规范，针对室内的口罩啦，把以前是负面表列的方式变成正面表列。针对国内新冠肺炎降级的规划，钟仁雄表示讲，世界卫生组织可能伫4月开会来解读疫情警戒，国内希望会当伫5、6月来降级。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联准会会伫咧台湾时间拜四半暝3点的时阵公布利率决策，外界也预测讲可能会连续第8届升息，可能佫再升1倍。美股伫今年初有反弹，不过伫这礼拜可能佫会落落去咯。也讲到台股今仔日是收伫15420点，起154点。咱若讲到这汇率的问题，咱台票换美金汇率收伫咧29.965块，升8.7分，创下这5个半月以来的新高。美国联准会有超本礼拜连续第8摆升利息，市场有超美国今年初起起来恐惊得咧消退。台股今日表现开盘犹原徛上万股，中场收在15420点，起154.93点。在整个上半年来说，就算说后续再有升息，应该都是比较和缓的一码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以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过去资金比较紧俏的状况是可望趋缓的。所以我认为说，整个上半年来说，台股这边是还有一些表现的机会跟空间。甲台股无法好比较，七月期元钱一直咧解，中银行也挡袂牢，开盘就伫30块，不过收盘收伫29块9角6分5，升达8.7%，是5个半月以来新高。分析师认为，若是美国联准会继续升利息较利落，美金顶半年以外也无啥好。离非美国货币是有支持的力量，回变的机会低。只是过来去年12月甲12年的外销订单连续实施恶利，互伫台湾未来出口恐惊也是无好。通膨所造成的分配恶化的情况，大概就使得全球的需求变得非常非常不好。所以，如果我们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状况的话，恐怕未来一段时间甚至超过1年的时间，大概我们的整个出口的状况都不容乐观。学者认为，美国联准会对未来经济政策是行一步算一步，哪看情形哪做回应。通货膨胀影响需求无好的效应，恐惊伫全球继续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在咧过年期间，真侪人拢有出国，就网友问讲，为虾米要出国，无咧留伫台湾佚佗咧？其他网友就表示讲，因为过年期间这饭店贵、服务歹、交通甲环境拢乱糟糟。不过根据着这旅行社的统计，受到通货膨胀影响，今年那第一季国内饭店呢，这小店的费用加一成以外，连出国旅游的计划也起死成，短时间内真歹登到疫情进前的水准啦。连接后疫情期间，路途航空专工开记者会，宣布要伫台湾扩展台北到名古屋的新航线。因那旧航线高雄到台北，8月份嘛恢复飞行。不过，即摆若想要出国，机票的计价已经无法度登去像疫情进前啊。票价会降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看航线跟航班正常的起降，以及航线渐渐的复航来说。因为我觉得市场的整个机制的调整，才是整个票价最主要会变动的主因。根据机票达人布莱恩指出，疫情进前为台湾飞去东京来回机票，连趟差不多5、6千块。疫情了后，煞起到8,000至1万。若传统航空疫情了后，机票的计价是差不多贵5千块。根据详细旅行社统计指出，今年国是新增出国的机票，计价差不多起3成至5成。出国旅游整体计价增加4成。若国内头一季饭店住宿的计价嘛起1成左右。大方向而言的话，它的成本还是会比疫情前呢还要再高。那预计到2024或2025之后，才有办法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有网友好奇抛文问讲，是安怎伫新增的期间，不少民众甘愿出国佚佗，嘛不爱踮伫国内旅游？有网友回应讲，台湾住宿贵、交通乱、环境垃圾等3大原因，所以大家才会想要出国。政府这一端可以努力的，就是说怎样想办法来降低这个平假日的落差。假设能引导很多人到平日来旅游消费的话，那么业者就不需要说把所有的收入都压在假日。学者认为讲，若要进行国内旅游市场，就要为政府甲住宿业者双并来做，才会当降低国内住宿、平常时甲休困日计价的争差，改变民众对国民旅游市场无好的印象。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人真爱去餐厅食迄落食甲饱，国内5间自助餐食甲饱的餐厅，亲就是汉来海港自助餐、高雄万豪酒店等等，在2月初1宣布要起价，起30到90块不等。另外，元宵节要到啊，台南有一间老店卖元宵的店家，一盒对180块要起到200块啊。一盘一盘的金仔虾啊，主卖海鲜食甲饱的汉来海港城自助餐厅，2月初开始起价。除了台北以外，桃园以南的分店拢起价。平常时暗顿会对95起到99，各时段起好大约伫10块到80块。那今年真的是已经承受不住这个通膨这个涨价的压力，那么必须要做一些微幅的调整。业者回应台北无起，是因为实在大部分由南部送来，北部定价本来就比南部较悬。这摆因应通货膨胀，才会敢若起桃园以南。伫高雄的万豪酒店的豪享自助餐厅也起50块到90块，京乡素食百货餐厅是平均大约起40块。这一次呢，除了调整价钱之外，其实在菜色上面我们也做了全面的更新。高雄的联想饭店、台中林酒店的自助餐也拢起价，起好伫30块到90块不等。就跟一般的餐厅的价格其实是差不多，单点式的价格差不多。有人讲会接受，有人讲会较少去的。不过台南这间专门卖元宵宴的老店，每年敢若伫元宵节进行营业。虽然今年比往年贵20块，不过也是有真侪民众排队要来买。原物料原则上就是都1盒200啊，对啊，10颗。食元宵宴对180起到200，杨国民众讲，因为敢若这时阵有，加上每一摆买数量无多，也是来买。记者综合报道。前2年因为疫情关系，各地头的元宵活动拢停办。今年因为疫情管制放冷，活动又再开始咯。亲像台东的早汉丹夜拜5特别举办，加上即届的元宵当着假日，各地头活动一定是强滚。这礼拜6、8日就是元宵啊！疫情停办2年的台东泡炸汉丹夜，今年是恢复举办。这下晡，台东市公所是特别请现舞动的汉丹夜团队，5马新汉丹夜轮流起来开炸暖身。这一炸是请真侪民众来现场看趣味，还有游客是特别加到一天来看开场的炸汉丹。很期待啊！第一次看过。会使讲，这外县市观光客爆炸性的全部都涌入台东进来。
第2次的炸邯郸对拜5暗时伫海滨公园开始，一直到拜日，会有超过20场的炸邯郸。伫南部台南市今年的庆元宵盐水风炮嘛，当在准备，拜6、拜日就会开始炸。今年台南鹿林门圣母庙的高空烟火，伫拜6旧历立春的暗时9点10分和10点10分，拢会放20分。台南市长黄伟哲找伊是举行开炮的仪式，邀请全国民众来雕像拜妈祖。坏事都沉淀下去了，好事都扬升起来了。所以一定要来正统鹿耳门圣母庙来跟天上圣母来参拜。台湾元宵的民俗活动，有新北市的天灯节，今年是伫2月初5，和配合情人节的2月11，拢总2天伫北溪举行。台湾灯会今年伫台北市政府广场和101大楼拢伫试点灯。今年元宵拄好嘛伫学校休寒的时阵，预告北天灯、南风炮、东邯郸的这元宵闹热活动，会一堆人去欣赏。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彰化分园半暝12点的时阵，有一个社区的人家厝着火烧，因为这火烧甲正美连厝边隔壁的6栋透天的拢烧起来，加在是无人伫内面。咱来讲到这着火原因，目前是还佫伫调查，县政府也随启动安大受灾户机制。规排透天厝被烧甲红记记一片，消防人员竟然又起水线来灌救。不过火势真大，跑出着爆炸声音，消防人员只会使阻止大火继续燃烧。1号凌晨12点左右，彰化园乡永和路这处的社区庆出大火，6号的民厝全面燃烧，后壁阁有另外1号嘛被波及。路口的监视器画面都翕到火警的画面，社区原本是真恬静，不过其中1号庆了后就庆出大火，尤其是电动的透天厝，火势燃烧相当紧，住户嘛向光多声。听到爆炸的声，啊，到门口足吵的，咱是讲住伫顶头嘛。落地窗开看后门口那红记记，主要是燃烧联动民宅1楼前面搭建的停车的空间。那消防员到场的时候，已经有多户都受到火势波及。彰化县消防局出动超过50个消防人员来抢救，火势伫1点钟了后受到控制，加在无人员受伤。天光了后，民众就烧火到火场来收煞，当地村长嘛联系县府启动安置的机制。我厝的本身吼。有2户啦，安置伫我厝的啦。多几个人？目前我厝的迄边有3位啦。目前村长先将无所在窗仔大的受灾户安置伫家己的厝，其他的受灾户将会甲县府来进行安置。至于起火的原因，还佫进一步来调查厘清。记者彰化采访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伫加拿大 BC 省温哥华，这礼拜开始举办一项3年计划，就是身躯顶若种有酒量的毒品，就无算是犯罪。当地政府是希望外界把这毒品的问题当作是健康问题，不过对民众来讲，却是看法不同款。加拿大毒品问题是真严重，从2016年以来，已经有超过3万人因为过度用药来死亡，其中 BC 省就占1/3。为了处理这个危机，当地政府推出一项反毒的计划，为1月31开始，原来是持有海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或者是可肯等等，伫2.5公克以下，都袂启用起诉或者是罚款。毒品嘛袂启用没收，改做用鼓励方式，让因接受解毒的治疗。这项计划会试行3年，当局的用意是希望会当改变一般人对食毒的偏见，该看作是一种健康的问题，让患者会当勇敢来寻求协助。不少民众嘛认为讲，这项政策有正面意义。It gives some room to those in possession to not be incarcerated, to not be arrested, to not have a record. Well, yeah, I think a lot less people are going to be suffering from overdose. People will be able to get help. People are more willing to go get help. People aren't going to have as much stigma, hopefully. 不过嘛，有人认为讲安尼做有好有歹，都要看实施的效果啥款。So I feel like if we can try for 3 years and see the results, I think only the results can really tell us if it's going to create a positive effect. 专家对新的措施是表示肯定，不过嘛强调讲，想要真正解决问题，都要提出周知的讲话方案，而且消灭非法毒品供应的来源，才会当互反动的计划发挥更较大的效果。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
伊朗有一对侦判，因是网称因伫咧德黑兰主要地漂翕跳舞的影片，落尾伫网络顶头公开，说互伊朗法院判刑超过10年，而且审判期间是袂当请律师，也袂当开钱甲人报出来。另外，缅甸军政府政变已经满2年了，人权问题拢无改善。根据统计，去年有19000人因为反抗军方镇压摔来死亡。21岁哈吉吉甲未婚夫22岁艾哈迈迪伫德黑兰有名地标阿扎迪自由纪念塔斗阵跳舞，这段影片伫社群媒体传开了后，两人互人掠去。近期总部设伫美国伊朗人权行动者新闻通讯社的消息，两人是犯案，分别被判10年6个月徒刑，禁止使用网络，佮限制出境。罪名是鼓励腐败甲公然淫秽，也佮故意破坏国家安全的组织。消息人员指出，伫法庭审理过程当中，因请律师的权利遭到剥夺，争取保释也互人拒绝。去年9月，考特州22岁查某囡仔艾米尼无挂好头巾，被掠身亡的事件引起大规模反政府示威。了后，伊朗当局强势控制所有形式的袭击。联合国统计，至少1.4万人互人掠去，其中不少是有名人士、记者甲律师。在缅甸2月7日军事政变已经2年，人权问题无得到改善。民选政府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翁山苏姬，互人赶落台，佮经过连续的非公开审判，判超过30年徒刑。百姓反抗军方遭到镇压，联合国指控缅甸军方犯战争罪加反人类罪。军方表示，家己咧展开一场针对恐怖分子的合法行动。At least 17,500 people, political prisoners, have been detained. At least 38,000 homes and clinics and schools have been burned to the ground by the junta. The total number of displaced now in Myanmar, 1.5 million people. Half of Myanmar's school children, more than 4 million, do not have access to formal education. 根据总部设伫美国的武装冲突地点甲军事数据项目组织的数据，去年提武器反抗军政府镇压死亡的差不多有1.9万人。联合国表示，国际社会无亲像面对乌克兰问题共款，共一个阵线，所以2年来拢无法度有效解决缅甸的危机。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法国巴黎看起来是外口水水，事实上有一寡大学生伫咧租较俗的这宿舍内面是垃圾柜。另外，伫英国呢有图书馆体谅贫穷，无法度负担这人员费用，就甲慈善机构合作，提供免费烧汤食食，互民众入来吹小风。法国巴黎南部一间学生宿舍最近真多谈论的话题，因为内底实在是真旧真垃圾。It's moldy. Humidity comes in through the window. It's full of water. There's also mold in my wardrobe. I kept my bed linen up there and some sheets touched the wall and also turned black. I keep my clothes away from the wall. 房间的壁也阁有沙涂啊，插座拢生菇甲变乌。无讲因为是日本伊藤润二的恐怖红仔册场景，公用便所也是相关的情况。There's just mold everywhere. It doesn't smell very nice. The swimming pool is just 2 minutes down the road. I go swimming and I use the showers there. 这礼拜这么垃圾的环境，确实有公家资助的机构营运的宿舍。这宿舍计销真俗，1个月租金含水电无到160块欧元，只有大票5000通块。无啥一个学生也负担得起，因过内底无好好来修理维护，毋那四个拢生菇、壁岩，也阁有胶纸也一堆。伫房间灶骹便所四个走来走去，安怎拍安怎清也拍袂完。There are days when I see that and think, am I seriously living like this in France? 垃圾臭摸摸的情况引起当地学生会关心，并且要求来改善。宿舍营运单位是回应，据宿舍未来几年会大翻修，只是对这阵住伫遮学生来讲，根本无法度等到迄阵。比较之下，这环境员工就是天差地。本来互人人伫内底车棚洗，册柜边有囡仔佚佗的所在。复习的咖啡厅也有免费烧的饮料甲烧汤，看起来是真温暖的所在。其实是英国一间图书馆。当地去年物价一直起，真侪民众无法负担珍贵的能源的费用，生活有困难。有慈善机构想要甲图书馆合作，设立温暖的空间。In almost all of our sites, we're offering free hot drinks all winter. We have kindness racks, which are second-hand warm winter clothing that's been cleaned, that people can just come in and pick up. It's a great warm space to come to because obviously
cost of heating these days. My house has been cold, and this is always open 7 days a week. 图书馆是开放所在，处理真方便，需要帮助人免烦恼别人的眼光。除了来这行修看册，摕一个3C USB 充电，索取卫生用品。官方也甲食物银行来合作，供应免费食物，并且提供单位小组的交流活动。希望在这波通货膨胀压力之下，和民众互相来挖苦渡过难关。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拜约秘书长拜二访问日本，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见面，发表联合声明，关注到台海情势。拜约秘书长批评中国一直咧加强，包括核武在内军力威胁到台湾，已经为北京当咧观察，看这个罗西亚加乌克兰的战争经验，想要摕来对付台湾。China is substantially building up its military forces, including nuclear weapons, bullying its neighbors, and threatening Taiwan. 批评中国增强军力威胁台湾。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访问日本，主张北约甲日本应该加强安全保障合作。欧洲大西洋甲印度太平洋安全保障是不可分的。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见面了后，也发表联合声明，对台海表达伊的烦恼，因为中国咧为俄乌战争当中吸收经验。Beijing is watching closely and learning lessons that may influence its future decisions. What is happening in Europe today could happen in East Asia tomorrow. 台海局势，国际拢正关心，美国也咧积极强化印太地区友好关系，力抗中国。除了美日同盟以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这礼拜会访问菲律宾，有希望扩大摕到美军进入菲国关键基地权限，伫台海或者是南海发生冲突的时阵，替美军提供一个采取行动的战略据点。如果今天日本遭受攻击，它还有其他的基地可以进行整补，那这个时候重新启用菲律宾的克拉克机场或者是苏比克湾就相当重要了。国防安全研究院最近出版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共会诱甲分化印太国家，各用3年到5年时间提悬军事能力，协助美国对介入印太区域领土主权问题决心甲态度。台湾要确保第2级能力这样有效协助攻击，应急战备的目标是精准弹药伫在台头前。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今发布，中国解放军有来34抓，佮着将军机，也佮有军舰来9抓。这届海峡中线对北到南拢有军机故意超过，就学者认为讲，中国有可能透过这款手段要来阻止总统蔡英文甲捷克总统当选人帕维尔通电话，以及进行实战化演练，强化海上作战。中国加强了台，国防部初一发布，共军是出动34台多机型的强机，9台强舰来了台，尤其有20台强机是超过海峡中线，入去到西南空域。学者指出，无排除中国是透过军事威胁的手段，反制总统蔡英文和捷克总统当选人帕维尔的通话。这把海峡中线对北到南拢有强机穿过，以战机和大型无人机做穿过中线的任务，让反击机和电战机是飞去特定的位。西南空域就最下争执。西南这一带，包括东沙附近的海域这边，它是一个战略要地，它遏制了台湾海峡，然后巴士海峡以及南海的，就是中间的关键点。那这个地方的水文也是非常适合潜舰活动出没区域，所以说。暂时，它也很有可能是共军跟那个，例如说，可能我方或者是西方或者像美方的部队很重要的争夺的关键点之一。因为伫西南空域和东沙岛迄边是适合前南活动的最后走廊，科技上分析，中共有可能来演练前南作战。另外，中机伫台海边啊多点开花，外界认为是中军兵力了台的表示。科技上表示讲，台湾南北的幅员无大，拢有关键基础设施。那中军全面反台，南北都会承受第一击。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报告讲，台湾要有第2级的能力。有考量到交通封锁的状况之下，台湾要独立作战，要发挥战力，然后摧毁中共当面的重要的军事基地，做源头打击、远程摧毁或长程的这种制压作战。那有必要在精准弹药上多加准备。
保有讲到台湾应该先选择成本较低、较会当互大家拢活落来的精准弹药。张恩定讲的就是火箭炮这款武器，亲像和美国买的海马斯都讲火箭比飞弹较俗，上厉害会当机动部署分散各地，都整个稳定地防攻击嘛有反击的战力。记者综合报道。今年4月，有一个讲非洲鼓的查甫老师占会庭，伊在中立车头，互一个姓叶的警察抓落来临检，双方起冲突。警方佫甲这个查甫老师压伫涂骹，甲伊扣手铐，落尾2个人是小告。姓叶的警察捌互判免起诉，落尾这个查甫老师声称再起，这个结果是大改变。这姓叶的警察互提起公诉，而且佫爱互判刑。2021年4月1日，桃园市中立后火车头发生一件非洲鼓老师将会庭拒绝中立分局姓叶环境临检，佮讲你真是足讲的，反正当然互伊设想冲突的事件。姓叶环境得到无起诉了后，也毋过逆转。桃园地方法院审理了后，认为姓叶环境就这部刑强制罪部分处4个月有期徒刑，要用1天1000块1颗罚金。另外，妨害自由的部分处6个月徒刑，专案由原应上诉。就被告犯行分别量处有期徒刑4月、6月，并就强制罪的部分预支1颗罚金的折算标准。告诉人将慧玲表示，这段时间家己靠拍拼工作，袂记痛苦，看到判决结果，心情真平静。另外，也感谢法官做正确的判断。不是对我个人，也有对这整个警察刑事职权的违法盘查的这整个社会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程。台湾桃园地方法院宣判，本分局予以尊重。针对业员于诉讼期间身心状态，后续将持续予以关怀，并提供相关法律协助及启动远景心理咨商辅导机制。对判决结果，中立分局表示尊重，未来也继续精进环境执法技巧，注意比例原则，也呼吁民众应该理性平和，配合警察执法。另外，甚至阁上诉被告的姓叶环境暂时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外国媒体曝光，这赴泰集团的共享轿车服务 Iron 出现用户个人资料泄露的情形。这公路总局表示，讲北市区监理所下晡有派人去调查，若准有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相关情形，会要求来改正。若准无，则会罚2万到20万。和云这个行动服务表示，针对 Iron 资料库资料有泄露的风险，已经有随处理啊。和泰集团下底做共享汽车服务 iRent， 若像出现用户个资外泄的事件。根据外国媒体报道，研究人员伫网络顶发现资料了后，联络台湾数位发展部，请求协助甲和泰通报有安全的问题。咱国的数位发展部嘛，伫第一时间采取应变的措施。交通部公路总局嘛表示，台北市区监理所下晡已经派人去做调查。如果他有违反个资法相关的事情的话，我们会要求他限期改正。那如果没有限期改正的话，那依个资法的话会处罚就是2万到20万以下的罚款。公路总局嘛进一步表示，会以个人资料保护法、汽车运输业个人资料档案安全预防计划甲处理办法，要求业者查明了后，强化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措施，保障消费者个资的权益，而且以适当的方式通知当事人。系统上线之前大概或者 App 上线之前，都会做一些弱点的扫描，那也会做一些所谓的那个病毒的侦测啦，或者是骇客的一些侦测。对，所以他们现在还在厘清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但是那个 bug 是存在的，这个是那个目前的问题所在，只是说有没有资料流出去，这个我们还在厘清。老上山嘛进一步说明讲，目前初步调查是人客暂存资料库有风险，并不是所有人客的资料拢照流出去。也若和云行动服务表示，针对 iRent 资料库部分的资料有漏泄的风险，已经伫第一时间做处理，嘛加强资料库的安全防护。记者综合报道。对天文有兴趣的民众，阴暗11点的时阵呢，抬头向北边看，有机会看到今年度上界光的 ZTF 彗星。台北市天文馆表示讲，只要天气好，民众用一般的条件就当看到。而且这粒彗星阁比一般的彗星加一条无同方向的飞流。
这条名号做 ZTF 的卫星，伫2月初1上接近地球。台北市立天文馆表示，伊的光度排第5等，是今年上光的卫星，而且伊真特殊的所在是比一般卫星佫加一条无共方向的尾啊。那这个逆向彗尾它的方向呢，基本上就是朝向太阳的方向。那其实啊，它只是这颗彗星在行走的轨迹上面呢，所遗留下来的一些灰尘的一些残骸物。那这些残骸物呢，透过太阳光的照拂之后，它会反射光线让我们看到，所以你看起来远远看起来就会觉得，它是不是好像多了一条尾巴的样子？根据天文馆的观察 ，ZTF 彗星的边啊，满一颗亲像青色头毛的光，伫接近子时，抬头向北边看，是上有机会看到的。不过要看彗星有条件。还是要透过像双筒望远镜或者是一些小型望远镜去看它，才会容易看得到它。建议要选择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然后光害低，然后最好呢当地的天气状况是良好的。专家讲 ，ZTF 彗星的周期是5万年，顶一回接近地球的时间是伫旧石器时代，即马伫21世纪再度出现，有兴趣的民众爱把握。记者麦尚云、曾俊佑台北报道。苗栗后年外部海岸的石湖，自2015年获登录最文化景观，是台湾本岛也保留的石湖。不过受到风吹一拍，目前放卖100公尺，地方是真烦恼，讲会无起。县政府甲镇公所也拍算要去会勘，量早确定来争取征收的经费。苗栗后浪镇的合欢石湖，伫海边已经超过300年了。是先民依照自然的环境掠鱼的智慧，更加是台湾本岛仅存的石湖。2015年，互苗栗县府登录真济文化景观。要阁详细一个看，茉莉型的石湖放差不多100公尺，是历年来上严重，互当地民众是真烦恼。石湖都爱，这是咱全国开展都有啊，都爱甲做古物啦，你听有无？啊，怎啊放啊咧？啊，放都爱叫清钱来冲啦。必须要投入心血嘛，哎呀，你投入经费一定要的啊！你说好吧，我爱他，然后你什么都不管他，你不理他，还不维护他，那怎么可能生存呢？当地里长讲，每年受到风台、东北季风加海水影响，石湖定来放弃。不过一直到即阵，也有渔民会用石湖来掠鱼，更加是后人有名的景点。往年政府拢会提供经费来维护，不过今年煞无经费，希望相关单位介入来修理。主管机关后浪镇公所讲，会拟定紧急抢修的计划，请县府增上文化部文资局申请维护经费。我们有通报给县政府，我们会写一个紧急抢修的计划书，然后请文管局这边帮我们再转送到中央的那个文资局，看文资局可不可以补助经费给我们。紧急抢修计划，那会来现在报给中央来申请补助。那另外县府跟公所这边，先是现阶段第一阶段能够去进行抢修的预算，我们负担得起的，我们先来筹措这样的。县府表示，过去已有济摆向中央争取维护经费，未予珍贵的文化景观派去。设立下晡会甲镇公所以及文资审计委员到现场来会勘，了解石湖派去程度，真正拟定抢修的计划。记者综合报道。过年了后，在台积电讲要对2月开始分时段上下班，新竹市政府也对咧宣布，对3月开始，在市政府员工上下班的时间有1点钟停好春秋，希望透过分流上班来解决大新竹这上下班到塞车的问题。上班时间要去科学园区的道路总是大塞车。台积电宣布，上紧对2月开始实施单线上下班。即马新竹市政府目讲，3月开始员工上下班的单线时间，对原本半点钟调整做1点钟。想办法让我们的园区的企业可以来支持弹性上下班的措施。那很高兴可以看到，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市政府在3月1号的时候，也跟进了包含像台积电的这样子一个做法。我们的这个弹性上班从现行的半小时也延长到了1小时。除了拜1到拜4时间春秋调整做1点钟，若是拄到拜5也是拜6爱补班，单线上班的时间会当搁延长变做1点半钟，也就是讲员工上紧下晡4点半就会使下班。市府希望用这款的方式来疏解大新竹地区塞车的问题。可能对其他有接送有小孩子的同事，应该就会比较开心吧，因为他们等于可以配合小朋友接送，然后
比较方便。因为我平常其实早上6点钟的时候，其实就会去游泳，所以就是延长这个上下班时间，其实对我来说算是一个蛮有帮助的一件事情。这样子我就可以不用那么着急。市府除了希望透过分流上下班来解决塞车的问题，但是效果袂歹，所以迈向企业来推广，希望做伙改善大新竹的交通环境。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苏花公路的大清水磅坑顶个月磅山成拍通了后，赶伫咧过年期间开放。年假结束了后，要继续施工，自月初一开始交通管制，行透早头一天就随来塞车。另外，台北线中华公路的官员也有管制，有驾驶伫咧管制站直吵直闹，想要来通过，互港警警官真困扰。前苏花公路159.3公里的所在网路，赶伫过年进前开放通行，暗过连续假期了后，工程单位特别施工，为今日早起开始交通管制，暗过第一天就出现塞车。在春节过后，接续进行上边坡的保护施工。从今天到2月23号，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9点进行施工管制，每整点放行15分钟。部分驾驶怨单伤久，也有人讲家己住伫部落内底，希望管制人员放行，或者是增加放行的时间。应该是半小时管制一次这样。对民众来讲，当然非常不方便，但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吧。台北线中华公路的官员网路管制站出现有驾驶向警方靠咧讲要求放行，各种理由，互管制人员真困扰。求求你们，我们真的从早上5点就出发，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你要我们在这边待在这边闹是不是？我们千里迢迢绕了已经绕了半个台湾了，绕到这边来，然后回不去，你要我们怎样？台八线117.4公里，自从去年4月26日摊方相关单位发布管制讯息或者沿路建立公告，仍有许多用路人疏于注意。每天傍晚还是有许多不知道这个讯息的用路人受困在管制站前。公路总局表示，苏花公路要伫2月24到28连续假期开放正常通行。台北线中环大武岭到太鲁阁的管制是维持早起7点、8点、10点，下晡3点各放行1点钟，请用路人遵守管制，才能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住伫云林的乡亲要往回台北，因过拢是坐客运，不过高铁通车了后，坐客运的人变少。伫通客运服务26年，佮长期提供时段半票优待，真侪年来拢了钱。业者决定讲要甲走高速的部分停掉。2月开始咧，这通联客运会甲一寡路线接落来，所以今透早坐通联对云林上班人客增加袂少。1月31号中昼12点20分。为云林开往台北最后一班车出发后，结束伫通客运各道往返台北云林路线26年的服务。有乘客阁专程为台北坐车落来，记录最后一班的发车，毛真侪员工是相当唔甘。早上搭6点20第一班下来，也是搭他们的。对。哦。然后现在坐最后一班的上台北。哦，对。所以你要全程记录一下。对。对，蛮难过的啦。哎，怎么讲？因为这家公司让我可以照顾家人。开最后一班车的司机吴明辉表示，伊在日通服务14年，现在结束营业，伊感觉真唔甘，嘛要开始找工课。对此，日通客运董事长林义峰就表示，云林高铁通车后，民众坐车的习惯改变，客源减少，加上多年来公司吸收中介的半票亏损，只等恁听结束经营。拖那么久，不能再拖下去了，干脆就结束了。我很感谢营业店的乡亲长期对我们日常非常的照顾。为了因应日通客运各道路线停开，通联客运2月份开始接续服务，1号上午的云林西里站，前往台北乘客明显增加袂少。有啊，哦，其他一块不侪人啊，那5成有哦。有5成呀？对，5成以上。啊。高lau埔公路总局嘉义管理所表示，为了偏向民众坐车无受影响，包括台北往返云林、斗六、北港和4号各道路线，就拢由通联客运来代开维持服务。希望日通各道线路停开的影响降到上低。记者为您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天就知。今日到新竹对15度到19度。
苗栗到云林对14度到25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9度到17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